因应疫情南下，台南宣布实体上课搁再延长到6月5号。不过面对现在也搁是高峰期，加上幼稚的动静问题引起注目，家长嘛拢真恐慌。所以议员柯玉玲上午伫总理村呼吁，千万唔通互校园成为传染途径，所以要求加紧注疫苗的脚步，来评估恢复实体上课的标准。据说卫生局预估6月6号进前会完成疫苗的注射。我们现在教育局端，把实体停课延长了1周，这个是正确之举啦。我有跟教育局长说，总算我们把实体停课在台南市的高峰期延1周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完成施打是5%，对不对？你这边的一个数据，那我认为我们未来1个星期可以施打完成吗？跟议员报告好，那我们再跟中央协调，中央的疫苗如果在这一周能够全部补足的话，我们预计在6月6号前完成全部的施打。那1剂保护力够不够？因为目前他的台商打第1剂，当然如果第2剂可以开始施打，我们会尽快。当然是2剂是完整的接种，当然是2剂，但是有打第1剂就是开始14天可以恢复授课。面对疫情的高峰，议员嘛进一步要求市府向中央争取孩童家庭防疫津贴，甚至无一定全靠中央的补助。对此，市长回应会考量财政伫适当的时间评估相对的做法。顾健康嘛要顾生计嘛，你5月18号你防疫记者会有讲到，讲中央争取儿童家庭的防疫津贴，你有争取了哪？儿童家庭的防疫津贴，中央如果我们会跟中央来反映，希望中央来支持。但是如果中央没有反应的话，我们会考虑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点，衡量我们的财政状况，来做这样子的处理。会中议员嘛为即摆受疫情冲击的摊商、餐饮业甲公立游泳池委外业者等等来请命，希望减免租金。另外嘛关心劳工局安心及时上工的名额，到目前为止，各局处预估已经有2100名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